了，亲爱的姊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赏赐美好的早起时，伊是听的主，每一日甲咱三个同在。咱即时三个做伙来到伫上帝殿中，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感谢主，咱会得到全备的恩典。来讲，每一个人伫上帝的听内底，邀我上帝感谢人的心肠肺腑，要照着人心存的敬畏来赏赐伫伊的身上。在咱的画面内底，咱确实知影，咱人爱认真爱努力，但是所有一切的打拼努力，拢是对上帝所赏赐予咱。当咱若会记哩，超找上帝恩典、上帝应允，伊讲你的日子怎样，你的气力也到呀，并且要将着加倍恩典赏赐伫你甲你的全家，也要互你的活命会通对这个社会有影响力，对上帝国有贡献。安尼，咱伫见主的时阵，就要对着伊来得到称赞。咱这是三个做伙要来祈祷来感谢，感谢上帝看顾过去咱到如今，甲咱对着跋倒当中，搁再一届扶起来。也感谢上帝，因为伊赦免咱所有拢总的罪过，又搁互咱会通亲近伊，互咱会通诚做伊的儿女，并且上帝甲咱放伫咱工作的所在，伫迄个所在服务人群。上帝甲咱放伫即个城市。互咱对个城市有影响力、有祝福。上帝互咱成长伫即个国家，互咱要成做祭司的国度。一个国家若要超出上帝面，无论怎样，伊伫任何危险、困难内底，耶和华上帝拢会保守伊。对以色列的历史，咱会通看见即个阳光。对上帝伫历史内底的作为，咱要经历上帝完全的疼痛。咱三个做伙开声来感谢、来祈祷，将一切尊荣感谢献给上帝。开声来祈祷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亲自来帮助阮，互阮会通看上帝你伫阮身上的作为。无论是对着个人、家庭、教会、城市、到国家，上帝你的听伫历史内底的作为，拢互阮会通知影，伫所有一切所行的路上。因为有上帝你的同在，阮的日子才会得到平安。主，毋是阮家己的努力有啥物款，乃是因为上帝你伫天顶观看，要亲自赏赐平安伫阮的身上。你讲你对天顶观看，要赐阮互遐对你心存敬畏你的人。主啊，我仰望你，感谢你亲自来照顾伫你的正义女的身上。病痛的主，你要亲自来医治；罪恶的，你要来赦免；软弱的，你要加添气力。主啊，互阮会通对着软弱当中，搁再一届勇行起来。因为你是主，是上帝，要有人经历你的同在、你的祝福、你的看顾。耶和华，愿仰望你，互阮伫你的听内底，甲你三个同行，照主你所应允的，无论伫任何环境内底，主，阮会当倚靠你。并且伫你赏赐的日子内底，虽然有真济阮看起来无可能改变的代志，就是阮心内底的坚固硬垒，也伫个所在来限制阮、捆绑阮的时阵，主啊，阮有缘要讲，耶和华上帝，你是阮的帮衬，是阮的看顾，是阮的能力，是迄一位为阮做灵魂手术的医生，要互阮会通除掉罪恶，互阮会互你的律法。毋是刻伫石板的顶面，是刻铭伫我的心房的顶面。主，我仰望你，仰望你，仰望你的听，仰望你赐恩伫你的正义女的身上。主，互我会通伫你的内底受引带，直到我才会通引带甲兄弟姊妹三甲做伙行伫上帝你永远活的路。感谢主，听阮的恳求，听阮的祈祷，将一切上赞而乐、荣光、感谢拢归予你。感谢你对着过去到如今一路陪伴阮、扶持阮、训练阮、练成阮，互阮成做上帝国的宝贝，成做城市的祝福，成做国家的荣光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感谢，阿门。咱请明传兄来报告。兄弟平安，平安。消息报告：第一，全国基督网络 SHIIT 属灵高强度间歇训练
已经过一段落，愿咱继续培养属灵的律动，每日读经、祈祷，甲着上帝同在。第二，因应震撼国小假日停车的时间有变动，伊的时间是9点到下晡5点，请参加台语堂的兄弟会当将车开到中山国中来停，因为伊的迄个号做停车的时间是对8点到下晡5点。第三，4月15 9点到下晡4点，牧师娘甲着廖金叶新姊妹，已经伫东台教室教导教会敬拜密集培训的课程。今仔日伫高满圣教会参加宣教座谈会，请为行程代祷。第四，4月21礼拜5暗时7点半，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，请兄弟有留时间参加，做伙为城市起坛守望。第五，城安圣教会开拓点将伫5月21举办母亲节赠送好米活动，欢迎兄弟将家中用袂到的全新下米捐赠提供做活动赠品使用。补充报告，以上报告，咱俄勒敬拜，请敬拜团。谢谢。各位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来，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，感谢主，看真欢喜看到你。看到你。虽然外面内底有坎坎坷坷，有忧伤，有这个有迄个，但是感谢上帝，因为伊是施恩的主，伊要亲自引带咱，伊的主爱，伊的疼痛直到万世代。咱三个做伙同齐来感谢，来学乐咱的主，咱的上帝。咱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三个做伙起立来吟唱诗歌。即使若脚路无方便，咱也有原则咧，用咱上届会当敬拜上帝的方式，同齐来敬拜上帝。万军的耶和华，多一位阮拢亲像你，你的信息伫你的思维，看见你的言笑无比。万军的耶和华，多一位是阮亲像你，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，因为你的欢喜敬拜，大罪患难的时刻，你的宝座。风迎向恶打来，想你的人拢无看来，情绪动乱的时刻，你的宝座顶掌管，你的正手也管得全对，想你的人惦你心的。万军的耶和华，多一位君王亲像你，你的信息伫你的思维，看见你的见笑无比。万军的耶和华，多一位是阮亲像你。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，因为你的欢喜敬拜。大罪患难的时刻，你的宝座顶作王，不
管风雨向我打来，属你的人拢无挂碍，世上动乱的事情，你的宝座顶掌管，你的正手也愿人全对，属你的人念你心，咱请兄弟来唱。万军的耶和华，何一位君王亲像你？你的信实伫你的思维，看见你的坚守无比。万军的耶和华，何一位是阮亲像你？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，因为你的欢喜敬拜，这声来，大水泛滥的时刻，你的宝座顶作王，不管风雨向我打来，属你的人拢无挂碍，世上动乱的时刻，你的宝座顶掌管，你的正手也愿伫全地，属你的人踮你心，请姊妹来。万军的耶和华，何一位君王亲像你？你的信实伫你的思维，看见你的坚守无比。万军的耶和华，何一位是阮亲像你？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，因为你的欢喜敬拜。这声来，大水泛滥的时刻，你的宝座顶作王，不管风雨向我打来，属你的人拢无挂碍，世上动乱的时刻，你的宝座顶掌管，你的正手也愿伫全地，属你的人踮你心内，大水泛滥的时刻，你的宝座顶作王，不管风雨向我打来，属你的人拢无挂碍，世上动乱的时刻，你的宝座顶掌管，你的正手也愿伫全地，属你的人踮你的正手，你的正手也愿伫全地，属你的人踮你心内。主耶稣，谢谢你。邀我上帝赐恩予咱，予咱来通伫耶稣宝贵的名下面得到保护甲引带，因为伊的名，咱会当脱离死亡；因为伊的名，咱会当离开忧伤；因为伊的名，予咱的软弱会通伫伊的名内底成做坚强。就来倚靠这个名，予伊的名成做咱的遮坎，咱的祝福。咱的恩赐，
过万名之上，是耶稣宝贵的名，叫我脱离死路，予我得到新活命。我无需要忧伤，嘛不免苦苦打拼，靠着这命坚强，所有的满足你遮。我要欢喜来出声，大大学了主的名。我生命来感谢，抬头对主向前行，心意坚定免惊吓。当咱爬过这山岭，面前就是主。我要欢喜来出声，我要欢喜来出声，大大乐主的名，主我稳定真高雅，奉献我生命来感谢，抬头对主向前行，心意坚定免惊吓。当咱爬过这山岭，面前就是主，声声超过万名，超过万名之上，是耶稣宝贵的名，叫我脱离死。我得到新活命，我无需要忧伤，嘛不免苦苦打拼，靠着这命坚强，所有的满足你遮。我要欢喜来出声。大大乐主的名，使我稳定真高雅，奉献我生命来感谢，抬头对主向前行，心意坚定免惊吓。当我爬过这山岭，面前就是主，声声我要欢喜来出声，大大乐主的名，叫我稳定真高雅，奉献我生命来感谢，抬头对主向前行，心意坚定免惊吓。当咱爬过这山岭，面前就是主，声声我要欢喜来出声，大大乐主的名。我稳定真高雅，奉献我生命来感谢，抬头对主向前行，心意坚定免惊吓。当咱爬过这山岭，面前就是主。当咱爬过这山岭，当咱爬过这山岭，面前就是主，声声。
同齐开声来感谢，感谢上帝的名，感谢耶稣基督的名，感谢圣灵同在的名，开声来感谢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做你的名，堪得一切恶乐。主啊，我们丫头来跟对你，因为你的名超过万名之上，赢过罪恶，赢过死亡，赢过失败，互阮得到胜利，互阮得到永远活，互阮伫主你的内面来得到顶头生。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，要学乐，要宣告你的名，要伫我的心上来保庇我。来引带我，来加添我的快乐心情。主啊，互我有能力，照你的应允所讲，赢过罪恶，赢过试探，互我得到胜利，互我得到圣洁，互我甲主你三甲同行。主啊，来夺取我的心，来夺取我的心，来夺取我的心，我的上帝啊！主帮助我，互我伫你的内面真侪圣洁。主啊，通互我会通进入你创造我的目的甲命定。我仰望你，我仰望你，仰望你的主爱，仰望你的怜悯，仰望你的同在。感谢主，将荣光归予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我要欢喜来出声，大大学乐主的名，使我稳定真高雅，奉献我生命来感谢，夜头对主向前行，心意坚定。免惊吓，东南北过这山岭，真情就是主声声。画面虽然有坎坎坷坷，有的囡仔。有的山头可能真歹爬，但是有阮丫头仰望主，因为咱的主是要甲咱三甲同行的主，伊要用主比的圣手来引带咱，伊要用伊的权能来赐温咱的活命，互咱伫伊的内面会通靠着伊，唯独靠着伊，互咱会通唱出感谢的诗歌。愿求天父应甲我同行，用你慈悲成就引带我，恳求救主掌管我生命，赐我平安，予我完全，无论我。我这也飘过，你的声是叫甲我同在，感谢你用这款大听他，予我喜乐，赞我一生，我的生命亲像歌。心无路无线，我踮主的内面拢无惊，因为主永远甲我同行。我心头信主是永远活，予人。勇行，我要真心真意服侍你，我要高举你一生尊名，搁要
电听他，互全人类在你的听，我的生命亲像歌要落落，感恩的歌，伊拢的歌，我要唱这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分享，我心无路无线，我的生命亲像歌要落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这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同分享，我心无路无线。唯独你是生命的主，从我渐渐离开我的生命亲像歌要落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这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同分享，我心无路无线，我踮主的内面拢无惊，因为主永远甲我同行，我心确信主是永远我，予人不茫，予人勇行，我要真心真意服侍你，我要高举你一生尊名，我要用你永远听他，予全人类在你的听，我的生命亲像歌要落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这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同分享，我心无路无线。亲爱的弟兄弟，感谢你的听头。伫我要做罪人的时阵，你就救赎了我，救赎了阮，互阮有恩典，脱离罪恶甲死亡的控告。总是上帝，你知影，你犹原抑个怜悯，就是伫阮抑个犯罪以后，上帝你犹原听候阮，你教示阮，你提醒阮，互阮阁有机会，伫你存留阮活命的日子，会通阁再一届行倒转来，到伫你的面前。亲爱的圣灵啊，恳求加添阮的心神溃烂，互阮通对罪恶中行出来，
互阮伫基督的救赎内底，脱离罪恶的限制，脱离罪恶的惯势，进入你圣洁的同在，进入你圣灵能力的听堂，进入你圣洁活命的关联，通互阮伫这个地面上真实活出基督的芳芳的气味。主啊，阮仰望你，仰望你伫阮的心上成就你所应允的话语，互阮伫地面上徛起的日子，顺坦圣灵，活出永远活的阳光。伫基督的救赎内底，互阮会当赢过这世代的引诱，赢过罪恶中的喜乐。伫主你的内面，掠圣灵所享受的快乐，真做阮活命喜乐甲上赞。主啊，这是阮的恳求，是阮的仰望，是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当者用许多圣经来重新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万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勒岛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后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父上帝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三通，罪得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即时当心来启用启用文第16篇，我来启，请兄弟来用。好的部分，咱当心来上读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是咱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衬，所以地随改变。其中的水虽然花好滚甲，咱也无惊吓。其中的水虽然花好滚甲，阮也无惊吓。上帝伫其中，城必无摇动。恁爱休困，爱知影我是上帝。第章。万军的耶和华甲咱同在，雅各的上帝是咱的避难所。阿门。咱感谢主，上帝祝福每一位读伊的话，也记伊的话，也遵行伊的话的人。咱同齐掀开周报第4面，咱同齐做伙来读今仔日主要的2段经文。同心做伙来上读，请。以色列政治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，讲：阮原是你的骨肉。早前扫罗做阮王的时阵，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。耶和华嘛捌应允你讲：你要牧养我的民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君。对安尼，以色列的长老拢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。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甲因立约，因就抹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大卫登基的时阵30岁。在位40年，伫希伯伦做王7年0 6个月，伫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甲犹大王33年。大卫甲军队伊个人到了耶路撒冷，要攻打住伫迄个所在亚布斯人。亚布斯人对大卫讲：你若无赶出青梅摆卡的，的确袂当入这个所在。
心内底想，大笔绝对无法度入去。总是大笔公主色安的保障，就是大笔的城。当日大笔讲，谁会当攻打亚布斯人，就像水狗攻打我心内所怨恶的摆卡的青梅。对安尼有俗语讲，伫遐里有青梅摆卡的，伊袂当入去厝内。大笔踮伫保障内，甲保障号名叫大笔城。大笔阁对美罗伊利。修为独强，大笔日渐强盛，因为耶和华万军的上帝甲伊同在。大笔甲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，就是亚布斯。迄时亚布斯人住伫遐里，亚布斯人对大笔讲：“你绝对无法度入这个城。”总是大笔公主色安的保障，就是大笔的城。大笔讲。向大城攻打亚布斯人，要做首领的元帅。西罗亚的囝约押大城去，伊就做了元帅。大笔住伫保障内，所以迄个保障叫做大笔城。大笔阁对米罗起四围建筑城墙，剩的是约押修理。大笔日渐强盛，因为万军的耶和华甲伊同在。咱搁再一届下头来祈祷，赐平安的上帝，阮仰望你的听，帮助阮伫这段时间内底，就是你赐予阮分别为圣的时刻，阮会通伫主你的内面，因为你伫历史的作为，互阮听明白，互阮伫这个世代活出伫迄个世代上帝你捌做过的代志。或这个旧的代志，真侪新的祝福，伫上帝你的听堂内面，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真侪时阵，咱会感觉咱无法度做啥物，总是即款的思想绝对毋是对上帝所来的。咱一定爱想讲，咱会当做啥物？咱一定爱想讲，咱会当做啥物？咱一定会当做啥物货？上帝创造一个人，伊一定有伊的目的伫其中。上帝创造亚当甲夏娃，是要互伊会当治理、管理，会当祝福爱殿园。上帝创造你、创造我，一定是要成做人的祝福，互人会当伫其中对上帝有更较大的认捌。我昨做这个时阵，看一个影片。迄个影片内底，伊讲有一个头家，就问一个新郎，甲伊问讲：你敢知影宋阳人上界欠亏啥物货？了，迄个人伊就伫迄个所在，迄个新郎伫迄个所在讲：宋阳人上欠亏就是钱啊，所以上界欠亏是钱。总是因头家甲伊讲，古早的时阵，阮头家嘛捌甲问过即个问题。讲宋阳人上界欠亏啥物货？了，我嘛是讲，伊就是欠亏钱。但是阮头家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毋是，伊讲毋是，伊讲宋阳人上界欠亏就是野心。啥物野心？互家己会当对宋阳变好嘢，迄款的野心。真侪时阵，咱就是认命啊！我这世人拍拼就是安尼啊。无才调，无效啊！就定定因为即款的思想，特别咱若是伫即款的思想内底，入来到伫礼拜堂内底，佮听到牧师讲，人无论偌认真偌拍拼，若无有上帝祝福，伊所拥有的一切嘛是拢归伫空空。了，咱就甲即个观念加深落去。你甲看，牧师嘛安尼讲，人就毋免拍拼，因为拍拼无效。你即句话敢若听一半尔，并且听了误会啊！今仔日咱会讲即个代志，每一个人拢爱认真拍拼。圣经内底所有成就的人，和上帝所动用的人，拢是伫其中对上帝来得到祝福，无毋对。但是因伫祝福的进程，因是一个努力，是一个认真，是一个拍拼的人。大笔啊，少恩哥哥。
东讲啊声，你敢会当家注意？嗡嗡嗡，这个物件，谢谢。咱会当伫圣经内底看到大卫，伊是怎样互上帝来录用的？大卫伊对着伊互撒母耳甲伊抹油做王的时阵，伊迄时阵还无开始做王，只是上帝伫迄个所在甲撒母耳讲：你去抹迄个人，我要立定伊将来会做王。大卫伫迄个时阵，伊并无伫当中就马上做王。伊伫少年的时阵是伫遐顾羊啊，当因兜咧选王的时阵，伊是互人讲啊，你莫来啊，你出去，你伫迄个所在顾羊啊就好。了，伊互受调，互扫罗王家调入去王宫内底，伊是甲扫罗摕兵器的人，伊伫迄个所在摕兵器，伊伫迄个所在做代志。了，伫迄当中，伊看到歌利亚伫遐呢内底对着以色列军队咧骂阵，伫遐咧挑战以色列军队的时阵，伊伫迄个所在讲，奈无人出来，所以伊勇敢出来。了，当伫迄当中，伊杀死了歌利亚了后，扫罗王伫迄个所在听着俘虏讲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对迄一日开始用着受气的目睭，万分嫉妒的目睭来伫迄个所在来看大卫。各落摆，伊要甲大卫杀死，不但是伫王宫内底，也是伫旷野内底敲找要甲大卫杀死。大卫伫迄个所在开始逃亡的生活，一世界流浪。伊伫迄个所在过了真久长的时间，伫迄款久长时间的日子内底，伊的活命是漂流失所。伊甚至伫迄个所在爱假笑，才有法度活落去，甲家己装作起笑的人。伫迄个所在配喙烂伫家己的身躯，喙内底伫遐用白泡顶，甲用迄个火斧闪着家己的身躯。伊是安尼遮尔啊艰苦咧过生活，伊就是敢若相信这样代志。上帝创造我，一定有伊的目的。上帝伫我的活命到伫如今，虽然我抑阁遮尔啊艰苦，上帝伫我的身上一定有伊的目的。上帝创造我，要互我伫伊的内面得到活命，得到荣耀。伊既然立定我，甲我讲我要做王，我相信上帝所讲的，的确是会当成就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即款漂流失所，伫即款软弱无能力，含大要带伫倒位，都拢抑阁毋知。是迄个伫迄个时阵，需要假影起笑，才有法度有人来甲伊伫遐，才有法度继续活落去的生活。伊怎样牵条上帝约？伊继续行人生的道路。虽然世界倒亡，只要伊一口气抑阁伫咧。甚至迄个时阵，扫罗王调动所有的军队讲，大卫就是伫千门万户当中，我含涂骹都甲伊掀起来，一定要甲伊掠着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每一位有成就的人，拢是有伊的坚持，坚持到伫上路尾，你就会变做领袖，就会变做迄个行业内底上界出色的人。你斟酌来看，每一个创业的，每一个就是好业人第二代，伊会当持守伊的产业到伫如今，拢是因真认真、真拍拼、真努力。当然，到伫路尾，伊若为非三做，原本的祝福一定会无去。但是是安怎？咱无伫上帝也互咱祝福的日子。咱牵条伫上帝稳定内面呢，就算咱伫罪恶当中软弱失败跋倒啊，咱敢抑阁有其他的挖靠，敢抑阁有其他的出路？无，咱只有干那会当做一项代志，重新倒转来伫上帝面前，离开所行的歹，离开所有的失败，甲上帝祈祷恳求伊的赦免怜悯，重新开始。你一定会通成做一个出色的领袖。大卫的一生毋是无失败，伊的软弱，伊受攻击，伊丧凶，伊艰苦，伊困难，但是上帝亲自引带伊，存留伊的性命，为着要互伊会当经历
上帝的信息、上帝的同在，甲伊的听堂。上帝若甲你同在，那呢，你就会产生快乐。以色列政治派，伫经过遐尼久的时间，一直到扫罗王伊过身去，军队扫罗王的家族以及一寡北部遐个人，因有缘伫当中对着扫罗的遗族，望会当重新建立扫罗王朝。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伫当中扫罗王的王族的家族，以及对着扫罗家族的这百姓，渐渐发现这样代志，已经无有啥物人会当同齐做伙伫迄个所在，搁再一届甲扫罗王族建立起来。所以因看清楚这样代志，因明白，因知影。所以以色列这政治派，北边的这政治派，就来到南边这所在，来见大必讲，阮甲你是共骨肉。因伫迄个所在，甲伊讲，阮甲你是共骨肉的。因用着历史的渊源，伫迄个所在，甲伊讲，阮是你的骨肉。早前扫罗做阮王的时阵，迄时引带以色列人出入的，敢是扫罗王呢？毋是，扫罗王派你做这，你就做这；你引带阮，阮就跟对你。伫迄个所在，也甲扫罗王比拼出来。扫罗王为着家己的王位，为着家己的荣华富贵，将着真济代志派互大必去做。但是伊毋知影，安尼去做的时阵，伫伊的活命当中，就渐渐消失去。就是你今仔日有你真济部属，你犹原爱保持家己，互咱家己是成长的，互咱是有进步的。咱的专业会当去维持偌久？伫这个时代内底，咱嘛无对咧进步。咱真容易，互这个时代甲咱淘汰掉的，互人换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这当中，这百姓来讲，引带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，并且阮阁看到另外一个代志，上界重要是，耶和华上帝捌应允你讲，你的确要牧养我的民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斟酌注意这样代志，做领袖，做君王。伊毋是一时啊马上起来，扫罗王伊一时啊马上起来。北方的这国王以色列地，当伊分做南国甲北国的时阵，北国的这人，伊每一个拢是对着王位继承起来的时阵，这王无甲一个有好的下场。但是经过苦难的南边这国的国王，虽然一代一代传承过去。但是因对着苦难当中，因对着上帝驾驶内底，因醒悟起来，因知影上帝才是一切万美的主宰。所以因伫迄个所在行出来，因跟对上帝来行。今仔日咱三甲做伙来注意，咱看到这当中，因为这以色列的百姓来到伫迄个所在来见大必王，伫迄个所在讲，阮上界重要看到你这样代志。上帝捌应允你讲，你要牧养我以色列的我的民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君。什么是做以色列的君呢？什么是做以色列的君王？做以色列的皇帝？圣经伫这个所在头前讲，是因为伊牧养以色列民，请注意是牧养，毋是派。互因做啥物代志？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所立的领袖，上帝所立的君王，是为着要牧养，是为着要甲百姓顾互伊好势，是要互因的灵魂得到养赐。所以，请咱斟酌。伫上帝国做领袖的人，毋是伫迄个所在欺险别人。当咱开始会晓起来牧养人，当咱开始会晓起来照顾人，咱才是一个真正上帝国的百姓。有的时阵，咱看到
兄弟姊妹，对着咱，或者是咱伫厝内底，咱的先生、咱的太太，甚至咱的囝，有的时阵讲一寡话，无定做一寡代志，互咱感觉你哪会安呢？你对我是毋是有啥物款的误会，或者是你对我有啥物款的妖疑？伫即款心情内底，咱会产生一款受冒犯的心情，咱就会掠讲起来。祷告伫当中，咱就开始用到歹声哨，甲伊相对话，甚至咱拒绝这个人做咱的朋友。咱伫迄个所在，甚至会讲出无好听的话。但是今仔日，上帝对咱所讲的是，咱若有上帝甲咱同在，咱就拥有实力。大笔的实力是啥物货？大笔的实力是伊真正伫生活内底，用上帝予伊的活命来祝福、来陪伴、来甲百姓三甲同行。这就是伊的影响力，就是上帝予伊的气力。咱家己不信，咱家己本身需要不断来学习。食甲老学甲老，即句话毋是假硬的话。咱一定爱伫圣经内底来学习上帝的话，但是嘛，伫爱伫生活当中学习咱家己要做代志所有的这能力。安尼，咱才有法度继续祝福别人。咱爱有亲和力，爱对人客气。虽然有时阵咱的兄弟对咱有误会，但是咱毋好提出这样的话讲，啊若像你安尼会当做基督徒，安尼你是咧做啥物基督徒？即款的心情，咱会当了解。总是这样的话讲出来的时阵，迄个杀伤力会何等的大？伫咱的活命内面，无有人因为我即款心中苦毒的言语来得到利益，无任何人会因为我即款受气的话来得到利益，无，只有一个撒旦上欢喜尔。所以，现在圣经一直提醒咱爱讲和睦的话。保罗讲，别人对我礼骂，我就忍耐，并用和平的话来回答因。所以，不但是外邦的人对咱有这言语上的伤害，咱会受气。何况伫咱家己教会内底兄弟姊妹，如果咱面对这话语，还是咱生出这个话语，这拢总毋是好代志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通有亲和力，互咱会通甲咱的兄弟姊妹，真正是伫疼的内底彼此三甲扶持。如果咱亲像圣经内底所讲，有人得罪咱，那安尼，啥物人大声去建立这个和平的关系？咱是和平之子，咱是上帝的囝。耶稣基督讲：我怎样赦免恁，恁也着怎样彼此相疼。我怎样正做奴仆为你洗骹，咱也着安尼学习基督的款式，用疼心、用服侍来建立、来挽回咱当中彼此相疼的情谊。这就是咱的行动力。大笔有行动力，大笔有亲和力，大笔有上帝应允。上帝可以经过所有的苦难的日子，予伊的能力愈来愈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每一项你未晓的代志，临到你的身上，了后咱伫当中学习，伫当中挫败，经过以后呢？你敢毋是伫迄个所在，就有能力去处理迄个代志？到伫落尾，你是毋是就愈来愈有能力呢？所以苦难一定是咱的祝福的来源之一，学习是咱的祝福来源之一，苦难也是咱祝福的来源之一。人生的挫折甲失败，同款是咱祝福的来源之一。
无一个人第一届骑脚踏车，伊就会晓，检菜拢会跋倒一两届，上少。总是当伊会晓骑脚踏车，伊就有迄个能力，会当互伊的生活搁较利便。伊会当做的代志，就会变愈侪，敢毋是？这就是上帝甲咱同在，你就有能力。上帝甲你同在，透过苦难甲你同在，透过失败甲你同在，透过人生的软弱甲你同在，互你知影上帝是一切祝福的来源。毋好迷信你的头衔。大必虽然伫迄个时阵已经受抹做王，但伊伫当中啊，敢着伫迄个所在甲伊讲，我甲你讲哦，上帝已经抹我做王啊哦。伊对头到落尾毋捌摕过即个物件，毋好迷信头衔，头衔无啥路用。你的价值毋是伫别人怎样来看你、来定义你，请斟酌注意这样代志。头衔有法度骗别人，但是头衔无法度骗家己，甚至真容易甲家己弄甲碰见去，毋知影家己到底是啥物人。你的价值毋是透过头衔来定义你，你的价值。嘛，毋是伫别人怎样来定义你，嘛毋是你家己讲我是啥物人。人的价值是出自你是毋是甲迄个位拄啊好有相称。诚侪一个头家，伊除了熬趁钱以外，伊是毋是有好好照顾员工？这是上帝咧看。一个翁婿。是毋是好好疼惜伊的太太？毋是我家己讲了，是上帝咧看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人有法度骗别人，无法度骗家己，甚至容易甲家己拍无碰见去。我信主了，有真侪改变，我会变了愈来愈好，我变甲非常的好。迄是你咧讲的，迄是我咧讲的。别人看起来改成嘛是安尼。但是你敢知影？我内底有偌济的软弱，偌济的失败，偌济需要上帝的怜悯甲同在。我过去的时阵有一张名片卖纸，迄名片的顶面啊，印了偌济头衔，你敢知？台湾圣教会总会的总会长，南部教区的教区长，安乐圣教会的主任牧师，了北京新学院的董事长，迄头衔印甲偌济咧。了后，即张头衔有一届我著去中国伫迄个所在，就敢若对头到落尾，迄张名片敢若用迄一届尔，以后拢毋捌用过。迄张头衔就敢若有一届去中国的所在做巡回访问的时阵用迄届，了后啥物代志都拢无做着。以后时阵我拢毋捌做过，无甲去摕名片互啥物人。但是伫中国的服饰内底，拢是无名片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名片无一定真有路用，头衔无一定真有路用。介重要是在伫咱有备办好，有上帝来甲咱用无？那咱有上帝会当路用咱。咱才是真正一个属乎上帝的人，有能力的人。上帝若甲你同在，你就拥有实力；上帝若甲你同在，你就有法度来摧毁所有坚固的城墙。迄个时阵，大必伫迄个所在要去攻打这个城，或者亚布斯城。亚布斯城就是后摆的这个耶路撒冷城。总是呢，迄个城非常的坚固。上清的兄弟，你应该昨的时阵有读到这个文官者为咱所有备遐资料。伫当中，你会通看到，伫迄当中，咱若是倚靠上帝，无有啥物困难的代志，咱真正知影这是上帝要互咱的时阵，咱就会通了解。迄个城非常的坚固，这是耶路撒冷城。伫当中呢，这个城起甲非常的悬，这四围拢总是山，这东西南北边拢总是山，所以有一首诗歌，敢毋是安尼讲？正山怎样威慑耶路撒冷，照样
耶和华上帝恩典也威慑伫你的身上。迄个时阵，城起甲非常的悬。了后，你看这是起伫山顶的城，这是城墙。了后，这是山骹1缘、2缘、3缘、4缘。你也看这一直落来，这了后伫这个所在，这个城哈，圣经伫迄个所在讲啥？圣经伫迄个所在讲第6节。第6节讲大卫甲军队人到耶路撒冷要攻打迄个所在，亚布斯人对大卫讲：你若无赶出青苗甲摆开，你就袂当入这个所在。你绝对无可能有法度入这个所在，除非你赶走遐青苗甲摆开。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呢？就是讲，我甲你讲啦，大卫，你绝对无可能入来这个城啦。阮这个城吼，就是派青苗甲摆开伫遐顾，安尼就有够啊啦。即座城就是用青苗甲摆开来顾吼，我甲你讲就有够啊。无人有才调攻即座城，因为即座城起伫山顶，了伊非常的坚固，伊四边边啊，佫拢总是山，了有一个深坑，四围拢有深坑，所以对迄个深坑要落去深坑，佫对深坑爬起来，我来讲，迄个这台湾话讲是啥？会敢若对山顶落去，佫爬起来安尼吼，要对迄边的山落来，甲山谷对山谷佫要攻起来耶路撒冷城，即个山坎顶，因为城起伫山顶嘛。迄台湾话讲哦，若敢若安尼对顶悬落来，佫起来安尼哦，或者会枯家袂喷火啦。所以讲哦，我着用青苗吼，甲摆开来顾即座城，大比你都无才调即摆，大比气甲用要死啊！所以大卫就下底迄段历代志上11章40甲90讲，所以迄个时阵大卫就讲，像大星有才调，攻打亚布斯人，伊要做首领的元帅。西罗亚的囝约押就大星起哩，伊怎样起哩呢？即座城起了非常的坚固。你看这规座城，这山伫这所在，四边边拢总是山。了后伫当中大卫就讲遮，啥物人有法度去哩攻打？大卫伫迄个所在讲伫遮呢对遮有一个入水口，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去。约押带军队伫这个所在安营，总是要爬去，绝对无才调。买手的时阵约押就对这个这个所在入水口这个所在遮，伊带人甲这个城、这个水口入水口对遮入去。这个入水口是安怎样？因为水会一直落雨的时阵，水会一直积。了后，这个所在遮有水口，这个有水道遮冲起来，冲起来的时阵这个水会顺着迄个所在，因为水冲落来到遮，伊冲落来到遮有就清起来一个力，伊就愈来愈起来。这就是伫这所在，这是甲一座山破开用一座山甲伊破开的时阵，这个山甲伊破开来看遮的时阵，伊会对入就靠遮入来。了后入来的时阵，经过这个所在地道，这个所在有水，这是水泉，这个泉水。有的时阵是这个水为遮入来，伫这个所在，这一方面有地下水冲起来，一方面就是落雨的时阵，这个水会积起来遮。甚至若积起来遮坐到一个程度的时阵，遮若有淹水，遮的水原来冲起到这个城内底。这是甲一座山破开一座山破开像这样安尼个破开。来看即边面共款，所以你会看到即个所在，伊要搁对遮搁起来，遮冲起来到遮。若要安尼对即个所在一直起来，靠遮个城墙即个所在无才调，这城墙搁要爬过时阵，一定绝无到遮。所以约押伫迄个时阵，率军队对即个所在，对地下道起，对着地下道起哩，伫迄个所在射过伤城，伫迄个所在攻打，所以约押就做了以色列的将军元帅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斟酌注这是到伫现代的时阵，咱还阁看到即你若即摆去以色列迄个所在，还会看到即个入水坑，起了真大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斟酌一样代志，伫咱的活命内底，咱检查会感觉讲，我已经真勇。亚布斯人就是安尼，感觉伊非常勇，感觉大比你无可能有才调来攻打我。总是希腊的神话内底有一个人，叫做阿基里斯。阿基里斯这个人是希腊正神内底其中的一个囝。
因这个老母啊，伫个所在啊，知影有一条河，人若身躯浸落迄个水内底，伊就规身躯拢安那刀枪不入啊！哦，所以呢，伊就甲囡仔安怎？这囡仔吼安尼头伫遮，啊骹伫遮，所以因老母哦就做一个代志，要互这个囡仔规身躯安怎？刀枪不入，所以就甲因这个囝对骹，甲伊掠伫骹后顶迄个所在，倒头甲伊掠咧，了后规身躯甲伊浸落迄条河的水内底，拄好敢若掠伫骹后顶迄个所在，规身躯拢甲伊晕过后，伊就想讲安尼应该有够啊。伊就讲哦，好，安尼，阮这个囝刀枪不入，啊，你有注意到无？当我安尼掠的时阵，有无？骹后顶这个所在，敢有浸着？无嘛。因老母应该是安尼，佫家倒头掠，对这头家掠佫浸一摆啦，啊，就是无啊。所以就干那掠着这个所在，后顶迄个所在坑咧。所以呢，伊就讲安尼就有够啊。所以因囝后家真正足厉害，战神，希腊的战神足厉害。去到倒位啊，战争大概拢总赢，但是买手的时阵啊，还没烧战，迄个军队有一个将军，就伫迄个所在想，人搁较牛，一定原来有一个所在吼，一定有一个软弱。所以到尾的时候，伊探听到这样代志，就是伊的骹后顶，因老母甲伊掠落浸水迄个所在遐，伊迄个所在。无浸着水，所以啊，迄个就叫一个弓箭手，射箭非常准的人，右弓对着伊的骹后顶迄个所在，甲伊射入去。这就是希腊神话内底上界出名的阿基里斯。迄一届战神就死啊！亲爱兄弟姊妹。圣经对着咱有提醒，咱怎样面对这样代志？咱面对这样代志的时阵，斟酌这样代志，唔好甲代志看了过头严重。就是咱转作咱犯罪，神学内底的规律是啥？无有一项罪大甲上帝无法度赦免。如果若是安尼，咱敢毋是安尼应该赦免咱的兄弟、咱的姊妹？伫咱身边的人，伊虽然讲了更较无好听的话，咱敢是应该甲伊赦免。所以，无有一项罪，上帝无度赦免，毋好伫咱家己的罪内底过头定罪咱家己，嘛毋好伫咱家己互人伤害的时阵，咱过头去定罪别人。中国人讲一句话：只要思想不滑坡啊，安怎样啊？办法总比困难多啊！爱想，迄座城遐尼大，遐尼勇，但比甲约押想到有一个破坑，有一个水坑会当入去，通过迄个水坑会当入去到城内。约押伊就想这个办法，伊就带人去哩啊。遐个人认为讲无可能，代表因有法度起来，但是因愿意一个一个去哩。因对着水坑，对着困难的所在去，因就伫迄个所在做。另外一句话安尼讲，世界有想袂晓的人啊，有想袂通的人，我就是伫迄个所在吼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伫遐所在定牛角，哪会安尼？哪会安尼？哪会安尼？绝对无应该安尼，是安怎？哪会安尼？哪会安尼？但是我跟你讲，上帝无行袂通透的路，伫上帝内底绝对有出路。来，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，伫上帝绝对有通透的出路，甲伊讲。所以哦，毋好互问题绑死，认真祈祷，上帝一定会甲你讲，上帝一定会引带你。就大笔就是安尼啊，敢毋是？咱的人生嘛是安尼，有啥物代志无在条解决？无一项罪大甲上帝无法度赦免。但是嘛，无一项罪大甲上帝毋知影，小甲上帝毋知影。总是咱人无应该绝望，咱爱做的代志，就是离开迄个歹，
求上帝的圣灵加添，互咱有气力赢过迄个罪恶软弱，重新建立一个水和睦听的关系。人爱尽上界大的气力去努力。我搁再讲，咱一定爱认真，一定爱拍拼。人的灵魂内底的软弱甲罪过，真侪时阵，咱需要用时间去处理。这是我最近的时阵，愈来愈感觉的一样代志。你知影，有一寡代志啊，比如讲便所、马桶、卡黄狗啊，对无？所以你安那，你敢会伫迄个所在祈祷了，迄个马桶、遐个狗，吼，遐个乌狗、遐个黄狗，就安那，就怎无去？便所怎变甲足清气？无嘛，你一定爱用盐酸啊，用啥物物件啊？伫迄个所在，家也是爱家愈洗洗。爱便所马桶，毋才会变做安尼金死死，对无？毋是祈祷伊就会好啦。所以一定爱努力啦，爱去做啦。咱一定爱成上界大的努力，但是呢，搁较爱斟酌的一样代志是啥？超找上帝，并且甲超找上帝当作比努力搁较重要的代志。我讲，我毋是讲毋免努力哦，我讲咱爱努力。了后，咱爱超找上帝，并且甲超找上帝，甲伊当作是比人努力搁较重要的代志。这一点你一定爱会记哩，我嘛一定爱会记哩。因为只有伫即款的关系内底，咱才有能力来看到上帝作为，并且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。过去拄着2019年的时阵 ，COVID-19 新冠肺炎2-3年的时间，大陆的同工一直甲牧师讲，牧师你若是听候到这个新冠肺炎过了后的时阵，你着赶紧来。我就想讲，吼，这新冠肺炎毋知要到当时咧，绝对无可能的。啊了的时阵，到伫今年年初的时阵。向中国所怎啊讲哦？好啊好啊，即马拢总无要关啊！以前的时阵拢甲病人关做伙，即马讲拢总无要关啊。然后我讲，我就讲哦，啊这个奇怪，哪会变安尼？结果的时阵哦，因嘛是有摊，了的时阵摊了愈济，了怎啊愈来愈少。了到伫今年毋知3月中下款，中国同工吼发一个信息来讲，牧师我咧讲哦，阮即马吼。已经吼，只要你若是检查一天吼，一天你若是身体健康的，无肺炎的，你就会当来中国。啊，牧师你紧来哦，哦，啊了后来到伫迄个张泽你来的时阵哦，迄同工哦，搁再一解讲啊，牧师啊，你6月有法度来无？我甲伊讲，你是咧讲啥物话？6月去，即摆已经4月咧，6月去。尾手的时阵哦，伊就讲，牧师我咧讲，迄个政策愈来愈放松啊，哦。即摆你只要去恁迄边遐检查，你落地，阮就免检查。去台湾检查无问题，落地就免搁检查。所以牧师，你敢会当9月来一下？亲爱兄弟姊妹，为牧师祈祷啊！牧师已经甲伊答应讲9月去一摆啊。我要甲各位讲的是啥物代志？人有真济努力甲拍算，但是一个肺炎会甲真济代志拢总安那挡掉咧。咱爱认真，爱拍拼，爱努力。爱殷勤做工，这是对的。但若毋是上帝甲咱开路，我甲你讲，人会拍拼，会无效果。若甲无，就是咱做的工课、付出的气力，甲咱所得到的结果，咱所得到的结果会无到一半。咱若大声超找上帝，哦，上帝来引带咱会当做的代志，就会愈来愈济，愈来愈顺遂。因为是甲上帝三甲同工，这就是上帝甲咱同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所以另外一方面，咱爱倒头想倒转来，亚伯斯人因的问题出伫倒位？因掠做过去坚固，今仔日嘛坚固。咱毋通感觉讲今仔日咱得胜，明仔载咱就永远袂跋倒。牧师伫这个事上跋倒了真济摆。哥林多书信、彼得前书，咱同齐做伙来上读这2段经文，请家己掠做徛会条的，爱搁较谨慎，免得跋倒。
的确着爱谨守警醒，因为恁的仇敌魔鬼，亲像吼叫的狮，遍地游行，敲找通吞食的人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着爱彼此相提醒，请你也为牧师祈祷，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祈祷，互咱定定受保守伫上帝的听内底。今仔日魔鬼撒旦对着每一位属上帝的儿女，伊真正是安尼流喙烂，佮目睭银虎虎，伫个所在要甲你拆食落腹。今仔日这个世代内底，有偌尼啊侪个领袖，或者是准备要做领袖的人，甚至将来有可能成做领袖的人，这三种人，拢总是魔鬼撒旦目睭银虎虎，伫遐挺后要拆食落腹的人。总是因为着因亲像一个阿里克斯共款，阿克里斯就是敢若一个所在，一个软弱的所在，伊迄个所在，互魔鬼掠着。咱生活内底检测有一个，咱家己一直赢袂过的所在，求上帝帮助咱，毋好互迄个死血，毋好互迄个所在，成做咱失去上帝创造的命定。上帝甲咱同在，咱才有法度一日一日比一日一日更较强盛。因为上帝所讲的话一定会成就。犹太人北平在以色列人来见大逼的时阵讲，上帝捌应允你做我以色列的君来牧养我。因相信这项代志，虽然伫迄个时阵只有是大逼看到，坚持上帝的应允。以色列人、北平这人，因认为哪有可能？扫罗王族这么强，大逼你是一个无名小卒。但是呢，但是大逼记条上帝的话，坚持上帝的话，一定会成就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愿意亲像大逼安尼无？记条上帝的话，这是上帝应允，这是上帝约。咱若安尼行，咱就会伫日常生活内底愈来愈经历上帝话语的真实。咱就会经历上帝圣灵的同在，咱就会得到上帝的肯定。上帝什么时阵会用你，我唔知影，但是上帝一定会当用你。咱教会啊，咱进前，咱的周报顶悬啊，咱斟酌看迄个所在啊。来斟酌看，第一条吼，第一条条目，全国基督网络 SHIIT 已经过一段落，愿咱继续培养属灵的律动，每一日读圣经、祈祷，甲上帝同行。咱教会哦，有遮个兄弟姊妹哦，真哦不止啊，真济哦。了后其中哦有一位哦，这个金文姐啊，伊头先的时阵哦，伊就开始写，牧师讲哦，因为有规定讲哦，爱写一个200字吼的这个心得。了后咱金文姐吼，伊就伫当中哦开始写，伊头先写的时阵哦是甲牧师嘛同款，就是甲一寡伊感觉有感动的经文，甲伊抄落来。了后金文姐摕去互牧师娘看，牧师娘就甲伊讲，写心得写感动的经文真好，但是心得是讲，我读这段经文了后，我对这段经文内底有啥物款的感受，有啥物款的感觉，所以你就甲写落来。所以金文姐就对迄阵啊开始啊，就甲伊改，写伊家己内心的感动。然后这礼拜是过去，这个礼拜是金文姐就甲伊的迄个手册摕来互牧师看，牧师我写安尼甘对，我看到了后的时阵哦，真无简单。迄写含我家己想无到，伊都拢有甲写出来。所以我就甲伊翕2张，了我就甲伊搭伫我的迄个脸书顶悬。迄脸书顶悬内底真正，我搭脸书自我家己有脸书搭起嚟了后到搭，自迄阵啊搭到搭，无人咧2天就超过100个人按赞的就对啊啦。
所以算迄篇算上介侪人按赞的，对了，2天就超过100个人按赞啊，所以迄是上介紧的。来，英文这听起来，哦，啊，搁另外一个哦，做迄个啥物啦，美术节啦。迄美术节吼，甲一本手册哦，吼，安尼对头写到落尾，吼，写到密呢，了后佫写到满。来，咱吼有遮吼，照着读圣经吼，一工读5章的啦吼，无论你读倒位啦吼，无读全国基督网络我若无要紧，吼，啊，就是你逐工拢有读5章哦，啊，照进度咧读来，请弟姊妹你徛起来一下好无？来，一年一个徛起来，无输嘛徛起来吼，美术节徛起来。来，好哦，谢，好，爱感谢，爱感拍波，拍个大声咧，感谢主，啊，谢谢，请坐。你知影我甲各位讲哦，了后的时阵哦，就有一间教会牧师甲我讲，牧师恁教会安尼足好呢，我嘛爱来学看卖啊咧。我讲，你敢若读圣经就会当祝福别人，安尼听有无？来，甲身边兄弟姊妹讲，你敢若读圣经就会当祝福别人，甲伊讲。所以这是偌尼啊大的恩典啊！这是上帝的话。你若读到上帝应允，你就伫其中相信上帝的话，愈来愈行伫上帝真理内底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一定会愈来愈强盛。毋那是干那你的灵性强盛。因为你灵性强盛，所以你对人生的看法就真无相像。就是到伫年老的时阵，你会愈来愈看到，毋是愈来愈惊死，是愈来愈看到上帝的家你显明出来。我讲这完全无相像哦。人食到老，若无有上帝，是愈来愈惊死。人若食到年老，有上帝话语甲伊同在，伊就知影我每过一天，我就是愈接近上帝为我备办永远荣耀的家啊！你有发现这是绝对完全无同款的方向？有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明白安尼。大概有3种人甲基督教有关系。第一，听候新家要发生的时阵，我就会相信上帝。另外一种人是讲爱看到较侪新家，安尼我才愿意奉献上帝路用。若无吼，我就做基督徒就好啊，我毋免遐认真。第3种人是上帝啊，你帮助我，互我会当活出我家己本身就变做一个新家，我来见证上帝。代表就是这款人啊，你看，听候新家才要发生的。才要信上帝，这叫做无道友啦。另外有人讲哦，这叫做啥？这叫做慕道友。哦，就一定要到有的时阵，我才要相信，这叫做慕道友。啊，若无呢，无就不要讲啊。但是啊，圣经毋是安尼看，圣经是讲咱大声信，咱才看得到。但是咱人是讲，我大声要看到，我才要信。哦，圣经伫这个所在，甲咱提醒。另外一款啥？爱有真济的新约。我才愿意甲家己奉献到上帝路用，这叫做基督教友。什么叫做基督教友呢？有教就有，没有教就没有。这叫做基督教友。第三，求上帝，互我会当活成做新约来见证上帝，这叫做真正的基督徒。另外有个人讲，这一定会成做世代的领袖，你的活命会成做别人的见证。成做阳光，成做祝福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是倒一种人？我是倒一种人？你是倒一种人？咱无法度骗家己，咱嘛唔好骗家己，因为骗家己骗到落尾的时候，咱就唔知咱家己到底是啥物人。有管理的人，检采会当施行统治。但无一定有人会跟对伊。生活中会拄到一寡真歹处理、非常插手的代志、甲困难，甚至互人伫迄个所在甲咱对敌，甚至咱互人陷害。但是一个人若晓超找上帝，营造伫一个物质界甲灵界两方面拢有够圣洁甲顺服的区域，安尼上帝会来造访这个人，上帝会来亲近伊。上帝来亲近这个所在，
什么是上帝甲咱同在？上帝甲咱同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斟酌注意，上帝一直要甲咱同在。问题是咱是毋是有做出一个超出上帝伫物质、肉体的世界、甲灵性的世界，拢有圣洁甲顺服。上帝是圣洁的，伊必须要满足这两个条件，安尼上帝就会来到遮。这就是上帝甲咱同在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有看到无？咱毋好讲上帝无甲咱同在，上帝一直拢仰望甲咱同在。是咱有做出这个环境，互上帝会当来无？上帝同在是一个应允，上帝会当甲咱同在，也无决定权是伫咱的回应，毋是上帝咧敬。上帝咧敬的是敬一个圣洁的所在、顺服的所在，上帝就会去迄个所在。安尼上帝就会甲迄个所在、甲迄个人同在。但是迄个会当成也袂当成，决定权是伫你。是伫我，是伫咱本身，毋是上帝出问题，一定是我出问题，一定是咱出问题。因为上帝无改变，伊过去怎样圣洁，伊过去怎样赐恩，互遐顺探伊话语的人，伊会认得迄个人，伊就为迄个人负责，伊就做成迄个为着伊所定做的计划甲命定。任何到一个人甲上帝同行，伊就有上帝同在，伊就会满有来对天顶的影响力，会盘过一个搁一个困难、艰难、危险，生活的满足甲生命的稳当，也成做伊一日一日愈来愈成长，会互伊因为安尼，成做一个属上帝的领袖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是受造来成做领袖的。通过你的生活，你就会当影响、引带别人。独独就敢若一个读圣经的代志，你就会当成做领袖。你会影响灵界，你会祝福这个物质肉体的世界。当你愿意安尼行，你会当成做属灵的领袖，上帝所录用的领袖。上帝要录用你，成做一个君王。牧养伊的百姓，你愿意做什么的回应？咱三甲阿头来祈祷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时阵牧师邀请你，请你为着今仔日的信息，你为着家己做一段祈祷。我毋知影你听到啥，总是我恳求圣灵引带你，你家己为你家己祈祷，用今仔日的信息来祈祷。咱每一个人拢拍开嘴。开声来祈祷，请。亲爱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这个时阵来向你祈祷。主啊，虽然我有软弱，总是我要伫你的面前来仰望你的听。你是阮帮助我，互我伫你的内面，甲你三甲同行。你是我的主，是我的上帝。你引带我，主，互我伫你的内面对你来行，将着你的话赏赐阮，用你的话语已经赏赐阮的时阵，加添阮的心性开力。互阮对你行，互阮活伫你话语的内底，互阮斟酌伫上帝你话语的顶面。主啊，赐恩甲我三角徛起，当阮今日伫你面前的时阵，主，互阮知影你创造阮是为着要祝福这个世代。你互阮成做领袖，就是阮若甲你的话相同行，伫你的话语，伫你应允内底来行的时阵，主，阮就会伫迄个所在行伫上帝你真理内底。你帮助阮，你保守阮，你赐恩互阮，互阮行伫上帝你真理的道路，互阮甲你相同行。感谢主，因为你的主爱永远伫地，因为你的信实直到万世代，将一切颂赞、阿乐、荣光归予你。祈祷恳求，感谢伫主的面前，哈利路亚！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已经将你的话语赏赐互阮，主耶稣，阮恳求你。搁再一届纪念阮的软弱，洗清阮的罪过。圣灵啊，搁再一届来加添阮的气力，互阮会通因着你的话语成做圣，互阮会通认捌上帝创造阮的目的甲命定，互阮会通伫上帝你的引带内底对主你来行。主，互阮听调你的话，
互阮会通离开所行的歹，互阮进入你的圣洁。当阮诚侪圣洁合乎主用的时阵，上帝你就甲阮放伫适合阮的所在。阮备办到什么程度，你就当用阮到什么程度。仰望你继续赐恩帮助阮，互阮每一位伫上帝你的话语、律例典章内底活起来，行伫上帝你的旨意内底。主，互阮拄起阮的惊吓的心，互阮勇敢伫主你的内面讲：主啊，我伫遮，求你来装备我，求你来录用我，互我会当遵行你的话，互我会当诚做这个世代牧养群羊的君王。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毋知今仔日有咱新来兄弟姊妹无？若是无，咱这个时阵三甲做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，互咱伫主的面前感谢伊的听痛，求上帝继续引带咱，互咱甲伊三甲同行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牧师要搁再一解讲，上帝的同在。毋是上帝的强迫，是咱若甲上帝三甲同行，上帝的确会甲咱同在。伊就会当用你的活命，成做正人的祝福。三甲起立来吟唱诗歌，同齐来奉献。困求天白应甲我同行，用你慈悲成就引带我，困求求主掌管我生命，使我平安，予我完全。无论我行偌济也休困，你的听时刻甲我同在。感谢你用这款大听堂，予我喜乐，赞我一生，我的生命亲像歌要落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这首听的歌。甲世人同分享，我心无路无山，我踮主的内面拢无惊，因为主永远甲我同行，我心确信主是永远活，予人。予人用行，我要真心真意服侍你，我要高举你一生尊名，搁要传扬你恩典听堂，予全人类在你的听。我的生命亲像歌要落，感恩的歌，喜乐的歌，我要唱这首听的歌，甲世人同分享，我心无路无山。愿全能的主上帝纪念你的软弱，因着圣灵的气力加添予你，予你会通勇行起来。各愿你的灵得蒙上帝圣灵的引带甲保守，保守伫基督的听堂内面，领受上帝所赏赐活命的恩典听堂甲气力，予你对软弱中勇行起来，就因为你遵行伊的话。予你诚侪正人的祝福，因为你甲伊同行，你的活命就有10分的平安，
佮你的生活会成做真侪人的祝福。因为你甲上帝同行，所以你就要得到满满的聪明、智慧、能力甲权柄，会当引带人进入上帝国度的圣洁荣光，并领受上帝的救恩甲伊的同在。愿上赞荣光归予咱爸上帝，愿恩典疼痛甲慈爱归伫你甲你的全家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请坐，今仔日咱台语堂聚会就到这，过一段落，愿上帝赐福大家平安。